大家好，我是狗子哥，终于从欧洲回来了。这次在欧洲差不多住了2个月，瘦成63公斤了，好像体重和生日一样啊。然后可能比我巅峰瘦了差不多40斤左右。然后最近也在锻炼啊，恢复体能啊。在欧洲感觉脑力活动比较多，回来要多做一点体力活动。这次去欧洲上2个月课和之前去欧洲参加展会有什么区别吗？区别就是之前我会看到 ，OK， 欧洲是这样的，西方世界是这样的。但是你更加理解了西方的一些文化啊、历史啊，你切实住在那里，感觉是居民一样住了2个月以后，你会开始领悟欧洲啊、西方啊，它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就是你不仅明白它的现状，你还明白它的来时路。其实这对我更加了解西方的猫狗粮、西方的一些养宠物的方式，包括怎么跟老外打交道都很有帮助。所以现在也恢复更新了，算是一个回归宣言吧。可能先发一些之前的存稿什么的。大家这几个月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提问。今天就简短的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